台中新港的溪洲地区面积只有3.7平方公里，所有24间的土地公庙，在地质文书工作者甲里长合作，开3年时间去调查整理资料，出版一本地方史的册，要互外界和后代子孙了解当地正特殊的宗教文化。 第参边有一间细细间的土地公庙，新村下边有一个简单的石龛，内底附载一粒石头。台中成功溪洲地区因为所在较偏僻，常常淹水。早年种田的人拢伫家己田地内底采石来祭拜，祈求五穀丰收。灵石就是土地公的前身。这间福德祠被叫做包生查埔的土地公，当地人讲想要求助，拢会来遮祈求。 人可能生查埔较济安尼尔啦，拢来遮拜，嘿，拢遮做，阮早时阮拢来遮做啦。这间行卡福德庙也真特别，200-300年前当地是稻船头，地方为着纪念互大家开啊水冲走罹难的一位稻船伯啊，甲船顶的灵石放伫庙内底，甲神明共享香火。 有一年呢，咱这稻船伯啊，因为你过船的中间去咱的大水冲掉去，咱就是要甲纪念伊啊，所以讲去请伊迄个稻船伯啊，伊的稻船了啊，迄粒石头的灵石来咱服侍咱的土地公。 溪洲地区面积3.7平方公里，却是有24间的土地公庙，平均每150平方公尺就一间，数量甲密度真悬是真少看。不过，却是使对宗教祭祀内底看到地域文化。起因当地地方文书工作者甲里长来合作，用3年时间田野调查，资料来写这存书出版。当初溪洲里这就比较偏僻、比较低洼，然后都是种田的，生活比较困苦，然后才会用那个土地公才会这么多。 俗眼讲田头田尾土地公，这本存书加24座土地公庙的典故详细记载，后名会由众神和溪洲，并且也包含溪洲地区的史地、人文、家族、人物、产经这无同面向，希望为这个土地留下宝贵记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